講到北上定居，性價比、居住成本係關鍵。喺澳頭住究竟有幾平？我係 Lala，帶你全方位解鎖澳頭嘅美好生活。對比喺香港，居住成本真係平到你唔信。先講買樓啦，澳頭嘅樓價同香港就完全冇得比。總價呢，30-50萬就可以輕鬆上車精裝樓啦，供款完全冇壓力㗎。講緊日均一個雲吞麵就夠，生活品質即刻提升。成本對比北上定居嘅中山、珠海平一半都唔止啦。咁其次，澳頭嘅文化同香港基本同源㗎。我哋街道咧有3萬幾人嘅常住人口，有超過1.7萬嘅華僑同埋嗰個僑胞，所以日常用語係粵語、普通話、客家話，語言文化、飲食習俗幾乎一致。咁除咗買樓價低、文化同源，最緊要係作為一個濱海區，配套都齊晒，大型商超、學校、基建、街道社康、3甲醫院全都齊。好多網友咧想了解醫療，咁至啱香港人購買嘅就係城鄉醫保啦。其中醫療報銷高達75%-90%，每年繳費只需要300-400蚊咋。講到宜居，又點少得環境配套啊？有山有海有湖，南蛇嶺公園、濱海公園二期，行山睇海景，唔使每逢節假日山長水遠去景區，隨時坐船出海釣魚、潛水、上島碼頭落樓幾分鐘就到。中意戶外運動咁就咁啱你啦！行山、綠道踩單車、海邊慢跑、露營野餐。想刺激啲嘅，仲可以划船、越野摩托都有得安排。每日生活都多姿多彩。最後講返每個月居住成本啊，咁澳頭嘅屋苑係冇差餉嘅，每個月100幾蚊管理費，每尺先去到2號3。屋苑有綠化、有安保、有保潔、有會所，住得安心又舒服，生活節奏慢得嚟，但配套齊全。計落去喺澳頭住嘅成本，按500尺首期幾萬蚊之餘，每個月月供加管理費1500蚊左右。一個週末住2晚酒店都唔止咁多錢啦。有山海湖，有生活，有配套，呢啲先叫性價比。跟住我下一期慢慢話你知，北上定居性價比由澳頭說起。行運澳頭煙火氣，龍柏花園陪你過住美好生活。